这个歌词吼，咱头我听到这个歌词有一个歌曲曲调吼很轻快，啊，伊是一个加勒比海吼，就是美国的这个中美洲一带，啊，伫1973年，我大家看一下吼，这个1973哦。我小出来。好，1973年的时阵吼，因伫这个加勒比海有一个很多国家，因为加勒比海是岛国哈，就这小国家，吼，底下有一个组织，就是讲咱加勒比海的基督徒，吼，咱一个基督徒大会，啊，所以伫迄刚1973年的时阵，基督徒大会就是讲各国拢组进来，哦，咱共同来写咱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上帝伫遮做的代志的历史，哦，咱来宣告上帝伫即个中美洲做主，哦，即个中美洲的气氛。啊，咱知影讲中美洲有这些国家啊，比较这个轻快，中美洲、南美洲的中间，哈啊，这个它有一些这个曲调的感觉，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所以这首歌呢，一个歌词是圣文森的那个写的，哈的人，啊，歌曲呢是牙买加的人写的，好，所以无同国家，啊，不过因做伙组织，为着这个基督徒的大会，啊，共同来做一首会歌。1973年，啊，就写出这首歌，啊，这首歌的歌词的感觉，就是讲主上帝为咱做主，我们大家人类的历史上，主用正手，上主上帝正手来写字，啊，伊写出人来关联的话。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失败、冲突，还是足侪代志，咱困难、忧闷，啊，毋过整个历史来看，主上帝伊在写伊家己的历史，伊在替咱写这个所在的历史。咱做伙来，因为这个曲子会觉得很轻快，啊，有一件事情就是切分音。咱会看到一个几啊个所在吼，有一个切分音，咱先来练第一节啦，咱就来唱第一节，第几个音来开始，来开始。伫主上帝，我来看，伫主上帝，好，这个就是一个切分音，上帝这里要快点。啊，刚才在前面也有好几个地方，啊，咱唱的时阵，会记吼，唱遮嘛是，主上帝家主伫咱中，吼，咱中间写字，写出人来关心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好，那这个几个所在咱会记。好，咱再来第二节，我们继续来唱。啊，唱的时阵，咱会当想，迄阵基督徒的集合，因咧是讲，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主正手伫咱中间，伊在写历史。好，来第二站，主开始。主上帝家主，伫咱中间居住。主
想讲，咱可能嘛有时阵咱会跋倒，有时阵咱会拄着艰难，有时阵咱会希望上帝来医治，希望上帝来安慰。啊，毋过即个时阵，咱因为有上帝，伊的正手做互咱，伊的大官人，伊正手的大官人，伊伫写历史，伊互咱才会需要安慰，需要得到顾守的代志。因为有主通靠，因为主写历史，咱才做一体，咱会当战胜吼，会当经过遮个所有代志，来感觉咱甲主上帝是一体吼。咱即首诗希望会当做咱真好的帮助。第二首是圣诗570首，咱听听来大家，咱就先。Fanny Crosby 的人，伊是一个美国人，伊写这首歌是在1889其实他是18几年，然后活到1915年，总共是90岁，94、95岁。啊，我看这个诗，找伊的故事的时候，我感觉就感动，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失明的，一看无，他失明，可是他在美国很有名的，你查百科。这个他的维基你会查到这个人，然后你读他的故事才知道，他总共写了8000首。他因为他活很久，好像活到90几岁，他写了8000首圣诗。然后8000首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后来就是出版社说，因为太多都是你写，我怕这个就是我出版的时候，拢改名不好啊，用笔名来写，所以很多时候他就用笔名。可是他写了8000首圣诗啊，我们在圣诗啊，你查一下，发现他在我们的圣诗里面有9首啊，拢是咱就写的诗歌，比如说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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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这个是我喜欢花音，这个是英文叫做有福的确据，好，都是 blessed assurance。这个一是南北战争的时候，要出战的人，来唱这首歌，因为他写了这首诗，啊，就多人就爱听啊，他是写歌词啊，歌词怎么产生呢？是有一个作曲者，说啊，我有一个这个诗，是先有这个诗，然后伊就弹互伊听，啊，这个失明的这个诗人，伊是一个诗人，失明是说，我有感动，我感觉这首歌，若是我咧写词，我要写的是有福的确据，是因为我是受祝福的，我感觉我是受祝福的。啊，不过伊是一个青梅一生都失明的人他很有这个文字的感受，所以迄内面有一个英文的歌词说。哒哒哒哒哒 ，This is my story， 这是我的故事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的歌，他唱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啊，这首嘛是同款，就咱来看，足侪诗歌是伊作词的，这首的是我根据就话，其实我们这个是台语嘛，他是一个作诗的人，我就去看一下这首诗的英文版他说 In the cleft。Oh Rock of Ages， 我读了以后，它叫做 Hide thou me， 就是把我藏在你里面，在这个 cleft， 我不能在这个字是因为它的诗词很优美，很诗很诗意。它的 cleft 就是九桃中间的一个洞，一个空隙，那都是讲在这个坚固的磐石当中，缝隙当中，你把我放伫遐，你互我密伫这个让我藏在你中间。你安那扶持我？虽然咱若是唱这个歌的时候，爱想讲，伊是一个青梅人，青梅
90年，吼，咱来唱这首，咱这首，毋过咱来受这个歌词的时候，你会感觉足感动。咱来唱第一站，好。来做伙。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
恁着感谢上主，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永伫地。上主所救赎的，就安尼讲，就是伊对伫的手中所救赎的，对逐个、对东、对西、对南、对北，所自治的，拢着安尼讲。大家来吟诗乌鲁上帝，圣诗22首，圣诗22首，请起立。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阮着母奶受苦，定是个死哀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活，上天。在天的父上帝的国里，要对大家来信苦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父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下礼，就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用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7节、第33节到37节来应答上帝的话。恁着感谢上主，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
上主所救赎的，就安尼讲，就是伊对伫手中所救赎的。对头路、对人、对西、对南、对北，所有一个拢安尼讲。因伫旷野拍远的路漂流，找无啥通徛起。因就伫苦难中哀求上主，伊对因的患难中倾注因，搁带因行伫的路，互因去到通徛起的城。用甘河变做羔羊，水泉变做淡水地。伊互肥地变咸的地，拢是因为徛起伫遐的人的罪恶。伊互旷野变做甘苦，互大地变做水泉。伊互野外的人踮伫遐，互伊做做甘苦的事，各种种产出来，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俄罗你，你创造这美妙的世界，互阮透过世界来认捌你。阮感谢你，你疼痛阮，互阮受你的拣选，请说你的囝儿有份来参与去做上帝国的事工，因为你的慈爱，互阮会使安然徛伫你为阮举办的所在，伫你全能中会使欢喜自在。主，阮要伫你面前认罪，阮拢知，若是阮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咱的罪，使除咱一切不义。但是阮常常有足侪借口，无维持好的灵修，嘛无注意伫上帝的工，伫传福音上无确实的执行。主啊，求你赐阮力量，互阮常常反省家己的错误，搁较拍拼伫上帝为上帝做工，离开罪恶。阮嘛为这无平静的世界求主来看顾。济所在还阁有战争，毋管是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也是伫乌克兰的战争，拢求主，互这世界的国家会使行公义，生存人民，嘛为着遮当地的人民有主你来的帮助，无受到战争的威胁，互世界紧恢复和平，嘛为着教会济事工建堂，也是其他的代志，拢求主你来祝福，互阮所做的工拢按照主你的旨意来行，嘛互阮所传的福音会使成做社会的光甲盐。阮即时也爱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讲声祈祷因讲。
做伙来讲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约书亚记第3章第7节到17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第233页。耶和华对约书亚讲：对今日起，我要互你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做大，互因知我甲你伫地，亲像前甲摩西伫地一样。你着吩咐跟约柜的祭司讲，恁到约旦水边的时，着停脚伫约旦。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恁群众来，听耶和华恁上帝的话。约书亚阁讲：对安尼，恁通知我的上帝伫恁中间，伊伫恁的头前看到迦南人、赫人、以米人、非利士人、各瓜撒人、阿摩利人、亚布斯人，看哪，普天下的主宰的约柜要伫恁头前过去，入约旦。恁打着对以色列人支派中经12人，每支派一个人，到光普天下的主耶稣的约柜的祭司，因的脚伫徛伫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是对顶面流落来的水，要结冻，徛起来归队。丙时离开布棚，要过约旦时，祭司就放约柜伫丙时的头前。伫收成的时，约旦的水常常翻过伊的岸，将约柜的到约旦，将约柜的祭司脚一个吻着水，迄个对顶面流落来的水，就遐起来归队。3年前远，伫撒拉但边头的亚当城，迄个流伫阿拉伯巴海，就是沿海，迄个水全然结冻。丙时就伫耶利哥的对面过去，跟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伫约旦的担地点伫地。以色列人众人对担地过去，直到丙时一经过约旦。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脚一踏入水边。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10月初的时，咱有邀请圣经公会来针对加勒泰这本册做规本册的研读。过程中间有分小组在做讨论，其中小组讨论有一个题目就是：你敢有经过新约？你的性命伫新约了后有啥物款的改变？阮即组就有人分享因的朋友的经验，因伫经历新约了后，拢变甲非常的属灵，但是时间一久，袂记得上帝的恩典。本性就佫走出来啊！甚至后来无佫有新约的时，因反倒认为是上帝不应该。人真正奇怪，毋是吗？但是这嘛是将咱的罪性甲咱的软弱拢显明出来。亲像早时的遮以色列人，日时因有魂野因，互因无伫旷野热死；暗时有火条照因，互因袂伫旷野寒死。伫经历无水通啉。上帝互水盘流出水，伫经历无物件通食，上帝互烟春飞来，每工拢降落玛纳。会当讲伫因的旷野生活，处处拢是新约。但是这敢有互因的心全部归向上帝咧？所以咱爱用搁较开阔的角度来看新约，亲像约翰福音，就是将耶稣的新约看做是一个记号。目的是要指示咱将焦点归伫耶稣的身上。同款，旧约、新约的目的嘛是要指示咱来归向上帝。所以新约毋是上帝的全部，新约敢若会当帮助咱认捌上帝一部分，
所以当咱领受即个新约，咱领受即个记号，只有继续行伫上帝即条路顶面，咱才会当去经验上帝的同在甲快乐。你若讲啊，我领受新约就好，但是我无想要去认捌即位赏赐新约的上帝，真紧，即个新约就亲像蒙雾，一段时间了后就规个消失。所以即几届讲道，好亲像是一个提醒。以色列人无因为出现伫因面头前的遮个新约来认捌上帝，来服侍上帝，所以佫较侪个新约，佫偌侪个新约所带出来，嘛敢若是一个短期的效果。但是咱伫顶顶礼拜看见摩西，伊伫经历服侍的低潮困境的时，伊向上帝求一个记号，就是伊求上帝，互伊会当看见伊的阳光。但是摩西伫甲上帝求即个看见上帝阳光进前，伊是求上帝，互伊会当搁较认捌上帝。所以摩西迄个愿意亲近上帝的心，就伫伊领受，伫伊看见上帝的面的阳光了后，继续用勇气，继续用信心来担起你即个领受的即个责任。所以今仔日咱看的经文是记载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伫过程中间嘛出现一个记号。但是咱先看第2章，第2章咱真熟的红锁仔的故事内面嘛有一个记号。当时的以色列人因准备要去入迦南地，所以第2代的领袖约书亚，伊就派2个侦探去查看即个耶利哥城的情形。但是这2个人入去就互发现啊，所以为着要闪避即个耶利哥王的即个部下，这2个人就秘去一个妓女拉合的厝，拉合保护因，并且送因离开耶利哥城。毋过，即个聪明的拉合，甲这2个人谈一个条件，就是当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城时，若看见窗仔门有挂一条红锁仔，这就是拉合的厝。迄当时，因就要拯救拉合的全家。所以，咱看见拉合因规家需要一个记号，一条红锁仔来得救。今仔日即群准备入去迦南地的第2代的以色列人，因嘛需要一个新的记号。即群人出世伫旷野，因第2代，因为咱知影第1代因已经伫旷野拢死啊。所以，这第2代因一出世，每工拢有上帝供应的玛纳。因想要食肉的时，嘛有鹌鹑飞来。但是即时要入去迦南地，因袂当阁靠因的阿公、因的爸爸所传来的，来甲上帝建立关系。因家己需要换新，因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仰的路程。所以，即个新的信仰的关系是安怎来？上帝要互即群人真心来经验伊，因为这前1代拢死伫旷野，当新的1代要入去迦南地，但是咱知影，甲这第1代真无共款的是，这第2代因的后面无追兵，因头前的耶利哥城嘛早就听见上帝甲因同在所产生迄个大敬畏的迄个代志。所以，这耶利哥城的人，因的心早就消融啊。所以，伫安尼情形下面，上帝要互第2代有一个新的过红海的经验。当然，伫因面前的毋是红海，是约旦河。但是，上帝仰望这个人会当亲自来经验伊。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毋若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伊嘛伫向咱每一个人讲话。无论你是第几代。今仔日咱坐伫遮，拢是伫享受百几年以来的宣教师，也是信仰前辈因所起造的工课。咱无经验迫害，咱嘛无互人配喙烂，也是破屎。但是咱袂当一直排着马街即块新主牌啊，得过约旦河。咱需要创造一个甲上帝一种新的关系，因为咱所领受的新约。咱所领受的记号，是要帮助咱有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咱袂当一直停留伫即个原点。当咱已经看见上帝大权能的神迹记号发生伫咱生命时，咱袂当停留伫原点，咱爱开始跑走头前的路，直到上帝调咱去为止。咱来看即段经文，伫上帝引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前，上帝要伫因的头前大声来确认约书亚伊领导的即个权柄。伫摩西伊特别死进前，摩西经约书亚来成做伊的接班人，并且上帝嘛伫会幕内面吩咐约书亚讲：你着勇敢壮大，因为你要带以色列人入我所咒诅互因的地，我要甲你三甲得地。上帝将伊互摩西应允，共款赏赐互约书亚。所以当约书亚接起即个重担，申命记34章有描写讲，论的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神充满，因为摩西捌换手伫伊的顶面，以色列人就听叹伊，照上主所命令摩西的来行。咱看见一个已经互上帝竞选，一个已经互众人拥护的一个领袖，遐尔确定身份安尼，为什么伊阁需要一个记号？咱毋好想讲圣经遮个人物，因生落来就真勇敢、真坚强。过去咱看约书亚，伊互摩西派去查看即个迦南地的时，伊坚持大家毋通互迦南人遮身材勇健的遮迦南人所吓惊，因为上帝早就应允咱要将即个地交互咱啊。但是伊迄当时是助手，伊有摩西通靠呢，并且伫伊伫甲摩西同工的过程中间，伊看见伊的前辈摩西虽然忠心服侍，但是较定定互遮百姓嫌甲无一块好。所以约书亚伊嘛是一个人，即当时伊担起即个负责任，要领导即群以色列人入迦南。即个约书亚内心一定非常的不安。我敢会当完成即个工作？我敢会当带即群以色列人入去迄个充满对敌的迦南地？虽然圣经无甲咱讲到约书亚的心情，但是上帝理解伊。这嘛是为什么上帝每一届甲伊讲话拢是讲啥？你着勇敢壮大，我甲你伫地；你着勇敢壮大，我甲你伫地。所以这时上帝要互约书亚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毋若是要训练伊的信心，并且嘛要伫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宣告约书亚有对上帝来的权柄。上帝爱伊对遮以色列人讲：你吩咐将约柜的祭司讲，恁到约旦水边的时，就停脚伫约旦。兄弟姊妹，恁有看见无？这是一个要未发生，需要用信心来行动的记号，就是脚踏入去约旦河。脚踏入去约旦河看起来真简单呢，因为咱看见圣经，因就是踏入去约旦河啊嘛。但是约旦河毋是浅浅啊一条河哦，圣经讲迄当时的水流满两岸，即个水直直流，非常的凶猛的时，并且过约旦河，甲以色列人第一代过红海是无共款的。过红海是摩西用伊手中的拐子红海，然后红海分开，地变大，百姓才行过去。但是过约旦河是啥？祭司爱先踏出信心的第一步。迄当时的水是直直流，因爱踏入去约旦河的第一步，水才分开。所以迄当时，若有人怀疑，因有可能一直徛伫遐，伤啊伤，救啊救，永远无法度过去。兄弟姊妹，虽然咱无亲像约书亚有遐尼大的重担，爱带一群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
但是咱嘛有可能有共款的经验，类似的经验，就是有可能伫咱的头前，敢若有一个新的挑战在等候咱，互咱非常的期待。但是，较嘛伫同时间出现一个亲像约旦河迄种的阻挡，挡伫咱的头前，想要阻止咱去面对即个挑战。迄当时，你是选择活转身离开，也是你伫超找上帝的心意了后，用对上帝的信心，勇敢踏出第一步咧？你可能会讲，迄是个性啦。勇敢的人就会当克服即个困难。但是咱看见，约书亚毋是一个生落来就是勇敢的人呢。当时的伊会坚持入去迦南地，因为上帝应允咱，将迄个地赏赐互咱。这时的伊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毋是伊的勇气、伊的勇敢做成的结果，是因为伊勇敢面对上帝予伊的异象。有一个故事，毋是遐尔熟灵，但是较会当互咱知影，勇敢面对异象的重要。我想，咱拢啉过可口可乐，毋管你爱啉也是毋爱啉，你袂当好啉的就是，伊是全世界上畅销的一个饮料。因为遐尔出名，是以前伊的总裁罗伯特·伍德拉夫，伊有一个安尼的异象，伊讲：我要互所有每一个穿制服的人，穿制服可能是指迄个就是工人阶级的人，无论伊伫倒位，拢会当用美金5센来买一罐可口可乐。咱爱不计成本做到即件代志，这是伊的异象。所以现在，毋管你去到什么款的所在，你拢会当看见可口可乐。一罐饮料会当因为即个头家的异象来推广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何况是咱的上帝啊！伊毋是一个死的物件，伊是活有权柄的上帝。当然，上帝无需要咱去推销，伊家己就会当有一个划时代的影响力。但是，互上帝所敬，互耶稣所属的咱即群人，较会当伫面对异象，勇敢承接异象的安尼代志的时，互人看出上帝囝儿的勇气，甲上帝囝儿的信心。接说，约书亚讲，对安尼恁通知，活的上帝伫恁的中间。对这第二代以色列人来讲，过去听的过红海的故事，即马开始要活出伫因的面头前。信仰无过是第二手的资料，信仰是因甲上帝直接的关系。所以约书亚爱因伫开始行动进前，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所以拢总12个，成做见证人。为什么需要见证人呢？因为要过约旦河的，拢总有60几万人。这60几万人，佫无算女性，嘛无算20岁以下的这青年。所以遐尼侪人要过约旦河，是爱排真长的队伍，需要真长的时间。当时因无直播，会当互所有的人看见。光约柜的这时，一踏入约旦河迄个时刻所产生上帝所行奇妙的事。所以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代表，即个代表拢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当因徛伫遐伫观看上帝奇妙的作为了后，爱成做见证人，伫因的支派来做见证。所以伫了后第4章，咱会当看见这12个代表，因伫过约旦河了后。因伫约旦河河底取一块石头，伫因扎营的所在，将这石头来立做一个记号。每一个时代，上帝拢兴起侪侪人来成做伊的见证人。像希伯来书11章，就是信仰名人榜，将旧约这10几位、15位的信仰前辈，因对上帝的信心写落来，成做好的见证。
留互咱读圣经的人会当有真好的学习。除了圣经，嘛有真侪人用因的一生来见证上帝。亲像咱即个投影所看见的即位，伊叫做苏丽桑吉诺女士。差不多伫30几年前，伊出世伫哥伦比亚。伊一出世，伊生落来就甲其他囡仔无共款。咱看见伊无手，但是伊嘛无骹，这是一种罕见疾病，叫做海豹之症，就是无手甲无骹。咱知影有一位查甫的男性叫做迄个尼克，伊嘛是安尼。所以即个苏丽，伊生落来就是安尼。即个人的家庭非常的困苦，因为伊的老爸伫伊2岁时就自杀死去。所以自杀这项代志，敢若是一个阴影，大活伫即个家庭的内面。即个查某囡仔嘛，因为身躯的即个残缺，自细汉就定定互霸凌，甚至伫伊青少年时代嘛，互人性侵。所以伊对性命非常的绝望，伊定定想讲，伊要结束家己的性命。但是伊的老母鼓励伊、支持伊去学画图，毋茫讲伊会当对画图来找到人生的目标。毋过后来即个苏丽，伊伫分享伊的信仰的时，伊讲上大功劳的毋是伊的老母。嘛，毋是画图艺术即项代志。伊讲是上帝听，互伊重新来点倒对生活的信心。伊讲，当我阁是一个囡仔时，对伫生活我有真侪真绝望的想法，包括讲为什么是我咧？为什么我生落来是安尼咧？为什么我的老爸自杀咧？为什么我的身躯有安尼的惨状咧？直到伊认捌上帝，伊学晓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世界，伊才找到答案。所以伊伫上帝听的内面，重新来顶头生。后来伊四界去分享、演讲，替哥伦比亚及伊的国内这破病丧乡的人募款，为上帝做见证。兄弟姊妹，若遮有特别好调的人，咱每一个人嘛拢是见证人。伫路加福音24章46节到48节，耶稣搁话，所有的学生显现了后，又讲，有安尼记载：基督着受苦，第3日对死人中活，也反悔甲谢罪道理，要伫伊的名来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恁做遮的代志的干净，恁做遮的代志的干净。兄弟姊妹，虽然咱无亲目看见耶稣，但是圣经有记载耶稣的生平，甲伊所有做过的代志，所以读圣经会当帮助咱搁较认捌伊，会当来看见伊。虽然咱看袂到耶稣，但是当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咱就会当经验伊，咱就会当体会伊。当咱伫日常生活内面用时间来甲伊交陪，伊祈祷，咱嘛会当伫灵修这段时间体验到伊甲我同在。虽然咱无法度亲目看见耶稣，但是咱若互耶稣活伫咱的内面。活伫我的生活内面，伊就要成做真实，成做咱会当去做见证的气力的来源。但是咱要安怎做见证咧？可能咱不断地试，安怎我身躯边的人传福音，因拢无法度来接受，定定即个结果，互咱来失望。所以咱一定爱承认，做见证毋是凭我的口才，毋是凭我的行为。因为若无圣神的帮助，咱永远无法度成做有效果的见证人。所以耶稣伫24章即章的经文了后，又做一个结论：也我要找我的爸所应允的交伫恁，总是恁着踮伫即个城，听候对顶面落来的官灵，亲像衫甲恁穿。直接讲圣神的同在。
只有信心甲咱同在，才会当帮助咱成做耶稣基督见证人。你想要凭你的口才，无可能；你想要凭你好的行为，嘛无可能。这段经文的落尾，咱看见，当这光约柜的祭司，骹是稳着水，毋是踏入去水内底哦，是稳着水。果然，对顶面流落来的水，拢截断，空出一条路，互以色列人会当行过去。过约旦河的新野，不但训练约书亚甲以色列人的信心，并且嘛，互听见这个事的迦南人，甚至住伫沿海看见这件事的这个迦南人，丧胆、魂不附体。圣经安尼描写，因惊着。兄弟姊妹，这个行动看起来真简单，咱可能读圣经，因的脚一过去，咱就甲因做伙过去啊。但是真正要实践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当咱行动定定是违背咱的理性甲咱的习惯。如果这个祭司是看到这个水满满流，非常急，伫遐流的时，因的理性判断讲：哎呀，阮安尼一落去，一定是互水冲走嘛。这个行动可能永远袂有成就的一天。同款，咱嘛是定定挖过咱家己的智慧甲经验，较毋愿意去相信上帝，毋愿意去踏出迄第一步。所以咱永远是这旧的咱，永远无成长，永远停留伫原地。毋过，当咱愿意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的异象，勇敢行动，咱不但要看见上帝要行奇妙的事，并且嘛会互其他的人感受到上帝的存在甲伟大。但是有人可能会讲，我就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就好啊嘛，我毋免入去迦南地，我就毋免面对约旦河。就亲像我教生命教育国小6年级的一个学生，伊伫伊的簿仔写讲：我不想改变，我就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就好了。听起来非常有家己的主张，但是伊是6年级的学生，伊还未经过人生的大风影，伊才会当讲甲遐尔飘撇。但是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拢经过大风大影，咱嘛知影一个人的一生无可能永远是平静的。所以，当魔鬼轻声地甲你讲：“哎呀，你就乖乖做一个基督徒。”什么异象、什么成长，拢甲你无关系啦。咱爱拒绝魔鬼的白插话，因为咱若保持平凡，咱生命境界永远无法度来突破。亲像咱教会有真侪事工，拢是某一寡人因勇敢踏出第一步来开始的。咱现在伫上山国小做全学校的生命教育。是因为20年前，我甲一位兄弟魏峰，阮伫介绍国中开始第1班的得胜者，安尼开始的。然后咱教会有机会进入敦化国中、民生国中，到现在咱伫上山国小。其实中间的即个困难真济，亲像欠义工，亲像甲学校的沟通，亲像教学的基础，拢爱对时代来改变。好亲像是一条约旦河划伊伫阮的面头前。那迄当时，阮就讲放弃啊啦，莫做啦。今仔日咱可能无即个校园事工的经验，会当承接规个上山国小。但是感谢上帝，迄当时有真侪兄弟姊妹，因勇敢做伙踏出迄信心的第一步。嘛，亲像咱现在的课辅班，咱拜1到拜5。学生下课时，咱拢到教会课辅班。这嘛是10几年前有一位姊妹，当伊看见夜市仔遮个摊贩，因的囡仔徛伫迄个暗暗的摊边仔，伫遐来写功课时，伊非常的艰苦，所以伊自愿将遮个囡仔带入来教会，指导因的功课。一直到现在，学校的老师拢知影。
遐上麻烦、上歹教的囡仔，拢送来教会。因为教会有一寡有耐心、有疼心的老师甲义工，会当伫遮陪伴遮囡仔。但是咱想看觅，若迄当时无即个姊妹的第一步，遮囡仔有可能要徛伫单边伫遐咧写功课。也亲像咱有小组，遮小组嘛是小组长，因为看见某一寡人的需要，譬如讲读圣经较慢的遮长辈，也是一寡囡仔拄啊好同年岁有教养烦恼的父母，也是讲有共款背景，因讲的话较会相通的遮个人。小组长看见因的需要，小组长将因来组做小组，承接义上踏出信心的第一步。我讲遮毋是要彰显咱有做甚物款的代志，是望会当鼓励咱的兄弟姊妹。当上帝予你义上，你会当先祈祷敲吹，确定是上帝的心意了后，就对第一步开始吧。这第一步可能予你真惊，亲像骹踏入去约旦河，直直流约旦河。但是如果是上帝爱你去做的，你就家己的惊吓来宣战。因为勇敢毋是完全无惊吓，勇敢是虽然惊吓，但是咱犹原去做。就亲像以弗所书3章20节所讲，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望咱无搁用平凡来做一个借口，咱爱掠条主互咱的记号新约，勇敢面对异象，勇敢行过头前的约旦河。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伫阮每一个人的面头前，拢有一条约旦河。这条约旦河不断地阻止阮面对头前的异象。主啊，恳求你，互阮亲像今仔日遮以色列人，当因清楚看见异象，因就勇敢踏出第一步，然后因就要看见上帝所行奇妙的事。恳求你赏赐对你来的信心，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阮毋知每一个人因即时所面对的困难是甚物，总是上帝你拢知。就恳求上帝，互阮用谦卑来超找你，用信心来甲你同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的经句，请做伙读2遍。为着上主的慈爱甲世人所行的事，愿人拢呵乐意。诗篇107篇21节。为着上主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呵乐意。诗篇121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70首，570首，请起立。
奉献，请徐同庆技师、曾启阳技师、廖穗芬技师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一点，礼拜组征求明年第一场礼拜招待音控，第二场礼拜实现甲音控，甲2场礼拜直播同工，而且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到12月3号为止。第二点，要参加明年度献花登记家庭礼拜活步的姓名领收月刊的兄弟，请到1楼公布栏登记到12月10号为止。第三点，詹启胜兄弟10月27号蒙主温调，已经为10月1号举行日电火化礼拜，定11月10号后礼拜六下晡1点要伫本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为着遗嘱祈祷，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咱大声来欢迎潘敏南牧师、甲牧师娘、甲伊后生孙仔全家，欢迎潘牧师。
请坐。黄牧师是伫1970年时会暑假伫咱的教会实习的新学生，欢迎牧师专家。过来，咱欢迎黄文芝姊妹，黄文芝姊妹欢迎。伊是平南乡水晶长老的亲情。咱即时咱来祈祷，咱来为着咱的世界，为着咱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为着建堂事工，为着集体来祈祷。大先咱为着世界，咱看见伫乌克兰、伫以色列地区会安尼战争，咱恳求主会怜悯。为着台湾人会当认捌主来祈祷。为着宣教师，咱嘛特别为着缅甸来祈祷。缅甸缅北的所在，已经有战争发生，咱恳求主保守当地人民，甲遮宣教师。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祈祷，求主帮助咱，咱勇敢面对即个异象。第三，咱为着怀孕的姊妹配营甲完营。第四，咱为着带院的兄弟庆福兄。伊只是咧试新的药啊，所以咱恳求主享受伊有够伊的快乐。那么为着身躯欠安的清真兄、姓石姐、查实正兄、慧玲姐、明德兄、白长老娘、玉秀姐、秋菊姐、阿卡姐、西江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民主姐、俊成兄、赵雄兄、应轩、张老师、公义姐、陈其雄长老、伊李素梅姐、方梅姐。谢林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幼庄兄、李缺老师，咱嘛为着启圣兄因的全家来祈祷。伫即个拜六下晡1点，咱嘛伫遮有一个告别礼拜，咱嘛甲即个家庭做伙来欢送启圣兄的最后一场。咱做伙开喙为着遮个事来祈祷。总是有时阮无法度明白，有恳求你帮咱，互即个世界发生种种的灾厄，会当伫你的面前得到停止。有恳求你做陪伴，心是伫在中间啊做事，打出一切罪恶甲黑暗。我也为着各地宣教师，就恳求你保守帮咱，为着怀孕的姊妹，为着庆福兄，为着遗体，为着处理有。为家庭都恳求你的安慰，就伫遮个因为心中温馨，伊祈祷伊伫工课，嘛被伫个心中来做伊。主耶稣，阮感谢你的怜悯，甲你的救赎，互阮会当成做一个集体，互阮伫软弱的时，阮会当互相带导。主恳求你保守帮咱，特别阮遮个集体，有诶久长病痛伫处理疗养。有诶伫病院带伊来医治，有诶怀孕诶过程，主啊，阮恳求你保守，也有诶伫亲人死世诶中间，主阮恳求你诶怜悯，就恳求你赏赐你诶医治，你诶安慰，伫遮诶兄弟姊妹诶身上，甲因诶家庭，主扶持因来行即段真艰难诶道路，主扶持因诶身躯会当恢复健康，因诶身心会当靠主来得到勇敢。阮也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见即个世界因为罪恶，侪诶所在充满黑暗。主，阮恳求你诶光会当入伫遮个黑暗，赶出遮个黑暗，互黑暗中诶百姓会当因为光来欢喜。主，恳求你保守帮咱，无论是战争，也是天灾，也是各样灾诶遮个国家、遮个人民。主，恳求你诶怜悯。阮也恳求你保守各地宣教师。有诶宣教师伫面对真困窘诶环境，也是战争诶环境，主恳求你拢保守，互因甲因诶家庭拢会当得到安全，也保守因所做诶工有效果。阮将阮兄弟姊妹伫未来，阮新诶一个礼拜交托伫主诶手里，软弱诶恳求你赏赐快乐，枵餓诶恳求你赏赐教业诶灵命诶食物。主恳求你伫阮诶中间引带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即时来吟诗圣诗391首，圣诗391首。吟诗了后，才无事就倒，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